这个声音是藏传佛教的观世音菩萨六字大明咒。现在影片看的是基督教的了，有十字架的基督教。这字看得清楚吗？右边道人心里，左边王，主升的天，准备住宅还是奉？准备住宅了，主升的天。还有放音乐，唱圣歌吗？看得懂那个字是什么吗？字看不清楚。哎，有一个机会可以看清楚呢。这个时候，到我的心里。哎，那怎么会按不到呢？按不到呢？哎，按不到。那反应没有这么快。哎呀，不容易耶。